余若薇、曾蔭權今日辯論一決雌雄。大戰前夕，余若薇同曾蔭權尋日都有出席公開活動。特首去睇龍舟輕鬆下，余若薇呢就去咗聽市民意見。咁嗰個壓力其實好大，反而我呢2日就話翻俾自己聽，其實你最終唔可以令到所有人都滿意，最簡單就做翻自己咯。呢場世紀戰今日挨晚6點35分會喺政府總部呢個廳舉行，唔會有現場觀眾，2個免費電視台會直播。余若薇會企喺畫面右邊，曾蔭權就企左邊，主持吳明林就企中間。咁點備戰呢？作客嘅余若薇揾嚟陳家樂扮曾蔭權做角色扮演。咁佔主場之利嘅當奴呢，巴閉羅成班心戰室要員同佢特訓，仲特別揾嚟曾經係港大辯論精英嘅黃偉綸重點訓練辯才。不過有分析話，大家對證據都係咁熟㗎啦，邊個會贏就真係要睇臨場表現。咁最重要係穩守突擊，攻陷對方弱點。佢都希望能夠通過呢個方案，希望你唔好再阻住呢一個人前進。不過當奴成日都面黑黑，今晚又會唔會呢？